咱做来领受圣经的话，记载伫希伯来书10章第1节到第7节。希伯来书10章第1节到第7节。好啊，本圣经第322页，其他的版本，请咱家己看银幕。对神，罗亚伫未看见的事，已经得到默示，就敬畏来避万大船，救伊的家眷，对安尼来定世间人的罪，搁得到承接照神的义。对神亚伯拉罕受调的时，就顺命令出去，到将来要得到作业的地，伊出去毋知要去倒落。对神就赐我伫所应允的地，亲像伫毋是家己的地，徛起伫布平，甲以撒、雅各就是三甲承接共一样应允的。第10节。因为伊毋望有地基的城是上帝所经营起造的，对神撒拉虽望过生产的年岁，也得到为怀孕，因为伊掠应允伊做信息。以上是咱遮本堂游牧师来讲道，所要讲的题目是得上帝的欢喜。请咱同心来祈祷。主，你甲阮生活同在，互阮知影你意爱啥物，会当照安尼去行，真做合你心意的百姓，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互阮会当明白了后有信心的行动，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兄弟，大家平安。我要请咱一个问题哦，你若欢喜一个人，但是讲疼一个人吼，你真爱这个人，啊，你会用什么款的方式？比如讲要送伊什么款的物件，比如讲情人节啦、情人节，啊，你会送吼，即什么物件吼？你会想着讲你要送物件互你所欢喜的人，你会送什么物件？来，他喜欢的东西，爱喜欢什么？你知无？皮包吼，丢老娘爱皮包吗？啊，搁有无？有人情人节拢会送啥？送花、金沙巧克力。性感内衣哦，我若送巧克力，无顺利，伊无爱食巧克力的。啊，搁有无？现金哦，这上实在。咱会想讲哦，对方爱啥啦？啊，无你送的，伊甲伊讲啊，这我都无爱，也是讲无兴趣，对无？你著白送的啦。所以咱来先了解讲，到底对方你所欢喜的、你所意爱迄个人，伊是介意啥物啦？哦，啊，咱来到主上帝的圣殿，咱要来做礼拜，咱嘛爱想讲，这位上帝是爱啥物？伊欢喜啥物？啊，无采咱咧献哇，献足侪工，献足侪金钱，却无合伊的心意的时阵，无采工。要怎得到上帝欢喜哦？咱会记哩，伫即个月吼2月，咱所讲的主题是啥物无？新人的关系，就是讲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吼。透过第一礼拜亚伯拉罕甲上帝的关系，哟，上帝讲啥好行。顶礼拜。透过摩西甲上帝关系，看到一张啥物？刺皮树啊，啊，搁有火在倒，啊，那你赶紧摕一桶水，紧啊泡花对无？灭火器紧甲出来哦。
所以足奇怪的，佮对树仔佮会发声讲话，那安尼有当时咱会着惊死对无？但是透过上帝甲摩西即个超越自然即个人物，互伊对伊家自我本来失去迄个自我价值的肯定，我都无法度啦。上帝甲讲，我要差派，伊就讲啥？我无法度啦，我无喙水啦。意思讲我无口才，我袂晓讲话。总是上帝讲，我要差派你。我看见上帝的，本来咱袂，总是信靠伊，咱就诚做会。兄弟姊妹，透过安尼，伫基督耶稣建立咱自我性命的一个价值啊。后来咱来看吼，透过这个百姓，因伫因的性命中间出埃及入迦南。然后开始伫因新的生活了后吼，咱来看，因进入到伫迄个老年甲老尾的所在，因看见这物产真丰富啊，对无？啊，佮看了，这个人伫拜啥？巴力咧，这个物产丰富，甲因拜巴力毋知有关系无？啊，阮体会可能伫旷野40天哦，上帝是旷野的上帝啊。哦，互阮40年衫无破，鞋无破。日是炎热的时阵，上帝用啥物挑？温挑，甲因食，甲因引带。暗时吼，迄温度差别，像咱安尼，有人黏伊起，黏伊黏伊寒，黏伊热。伊用啥？火条伫遐来引带，啊，甲互因有即个温暖。咱看见上帝伫旷野40天安尼去引带因真好势吼，拢是因嘛心也埋怨。入去到伫迦南老年甲老尾的所在，哇，葡萄一拍安怎？2个人耕，哪有法度想象呢？咱一年起来就吼安尼哦，咱想象讲迄一粒葡萄哪亲像啥？油啊！是哦，比恁5搁较大嘛，毋那2个人耕对无？因咧拜即个巴力安尼，我无心内想讲有拜有保庇，若无拜就出代志，是毋是？所以有个人就想讲，有拜有保庇啦，若惊拜无着，毋知安怎袂。所以这是华人，也是讲一般的人，因心理上就是安尼。看到人爱拜这拜；看到这拜，对无？若袂生爱拜啥？祝生牛。若要考试即摆学生要考试咧。恁是有拜过是无？我拢知影。电视播的啦吼。就是安尼，你看若要考试我就摕仓啦，摕啥物安尼吼，就聪明啊，仓名安尼吼。落去拜惊讲拜无着就无智慧啊！兄弟姊妹，你若认捌这位上帝是啥物款上帝，你敢阁会安尼做？所以这个认捌真要紧。所以上帝甲人的关系非常要紧。以色列百姓因40年，因伫旷野因经历总是进入到伫一个新的生活。咱看见因对游牧民族进到伫农牧做农，阁有遮个养饲遮精神因对住텐트、住遮帐篷，一直到伫诚做住啥物起厝的所在所以呢，生活生态一直咧改变的。咱嘛是对农村一直来到伫都市，迄个生活一直咧改变，变迁的中间是毋是影响咱的即个想法、价值观伫都市伫庄脚可能足热心，总是起来甲繁华的都市安怎，都有真侪遮的宴乐伫遐来引诱咱，也是讲影响咱。遮个百姓因入去伫迦南的所在因就开始伫遐受影响，因就做伙拜，对咧拜。脚踏2条船，
一骹踏巴力，一骹踏上帝。所以伫因的历史的过程中，你来看士师记，也是讲列王记哦，超拢安犯罪离开上帝了后，就拄着灾难困苦，拄着遮个异族伫遐来攻击因，了因开始也伫遐来哀求上帝，上帝啊，阮知影毋对，你来帮助阮啊，你来拯救阮啊，所以上帝就搁兴起啥物？一个士师伫遐来帮助因，来拯救因，了后搁太平啊，太平了一段时间就搁安怎？就搁犯罪，搁咧拜偶像，就搁安尼一直咧循环啦。列王记嘛是共款哦。即个王若起来行耶和华眼目睭看做啥？好，哇！即个国势就真强。若行耶和华目睭看做歹，看做歹，然后就有灾难啊，有刑罚。伫即个循环的过程中间，嘛伫提醒啊，有当时咱的信仰嘛是，我拄有较热心，来做礼拜。若较软弱的、较无用的，就安怎？请假135无就24来安尼过来咧初15，过来咧照年节安尼来。有当时就会陷入伫即款的情形，甲以色列百姓共款。你要看有当时咱咧祭拜的过程中间，来想讲，即位神明爱啥物，咱会用咱家会想啦。所以拜拜时阵就安怎用一寡只个祭司，用猪公对无？哇，太搁较大只猪公，然后喙就甲互伊甘一粒啥？加一粒啥？知影意思啦吼？喂，毋知呢？迄是啥物意思？少年的我昨暗迄个安放礼拜转来，就搁讲道遮少年我问我你们知不知道意思？毋知。我讲迄就是互伊家己罪的然后你就甘愿啊，你就甘愿替我牺牲啦，安尼了解无？我讲猪若会讲话，就讲我无爱。对无？你著互教咧，伊就讲我无爱，对无？你知影无？有人会常常用咱家己想法方式，讲可能用这用迄安尼好。所以旧约就透过无共款的祭司、祭牲伫遮来拜。讲我著犯罪啊，想讲上帝爱，所以我著献啥？烧祭。啥物烧祭？就是遮羊羔伫遮切切规地了，然后完全甲烧了。古早佫有摕一寡互牧师，你知无？这袂使，这个完全爱烧，爱献互上帝，烧祭，是讲上帝爱含肉烤肉，所以用烧祭，所以人开始用家己想法啦，你赎罪祭，就爱献啥物货？你若去看利未记的第1章、第2章、第4章。你著看讲有真侪遮个祭平安祭我若要得到平安我著献遮个祭物两只一岁迄个绵羊你山羊佫袂使，也是其他羊佫袂使有啥物素祭等等遮也是讲无小心犯罪我著献啥物祭？人开始会去用遮要来互上帝欢喜，互即位神明欢喜啦佫较进一步，佫较残忍，你知道？佫较残忍就是伫巴力的宗教，种迦南因的民间宗教内底，因献囡仔，将迄个身上烧红烧安尼然后将囡仔甲放伫迄个祭坛顶面，放伫迄个烧红的祭坛顶面互伊活安怎烧死？圣经伫遮咧记载讲来咱做伙来读来恁中间毋通有人互囝、查某囝经过火，行邪术的、占卜的、看命、做西公的、为夫做动机的、行魔术的、看梦的。所以咱看讲，咱感觉即位神明爱，所以咱会透过遮个仪式。伫遮要来互即位神明欢喜啦，
这就是当时巴勒的宗教，也是讲伫迦南的民俗的中间有最遮的方式，就是要建立因甲即位神的关系。总是咱想讲，你爱啊上帝爱无？你安尼现上帝爱无？所以上帝透过亚伯拉罕献以撒伊即个过程中，当伊要甲要杀伊的囝。上帝讲：小等下，我知影我是要试你的信心，总是上帝无爱即款的。伊要开始来改变咱的价值观、咱的想法咯。所以上帝到底爱什么？你知影巴勒的宗教，因献囡仔是讲我要透过安尼互我所种造的这物产愈来愈丰富，会通得到收成，搁较侪倍啊。伊认为巴勒是因的农业之神，所以因透过即款的方式，要来得到，要互即位神明欢喜，所以伊一欢喜就祝福咱，搁较济，搁较济安尼。所以咱想讲，圣经甲咱讲，上帝是爱什么？头一个，相信上帝的存在啦。上帝是我的上帝哦。我咧甲人讲一寡福音的时候，有当时啊拄着真侪人，伊讲我拢无信，我是一个无神啥，我是一个无神论的无神论。我问讲你对倒出来哈？阮老母生啊，恁老母对倒来？阮阿嬷，恁阿嬷对倒来？安怎做？恁阿祖对倒来？阮祖妈，敢毋是啊？祖妈对吧？对吧？所以一直去到底恁的祖先是对倒来啊？所以咱想这问题啊，人对倒来所以就有一寡合派讲达尔文的进化论讲啥？人是对倒来。你看你的边看有先搞无？有无？无嘛？无咱会定来讲你毋正搞，咱定来用这个骂对无？圣经甲咱讲，上帝安怎创造世界万物，讲有就有嘛。然后人无共款的，人毋是讲有就有嘛，人是用土粉嘛，然后做嘛。你有相信无？有相信无？真的吗？其他的人拢无出声。你洗身躯的时阵你有注意无？你咧录啥？哪会遐侪仙啊？昨一个事实，咱干红姊妹对无？过外礼拜杀入去出来，变啥？腐嘛，土粉嘛。所以上帝用土粉做人，倒转到土粉。我要讲的就是讲。要相信上帝的存在是一个真要紧、真基本的。咱的使徒圣经，嘛在提醒咱OK。所以透过这的信仰的见证者、信仰的英雄，咱来看讲，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咱看这慢慢的看这了，咱看到啥物？摩西讲：你是啥物人？我要安怎甲你的百姓讲？你是对一位上帝？上帝讲：你著甲伊讲，我是自有应有，对无？我是家己有的啦，毋是受造的啦。咱透过甲亚伯拉罕的过程中间，看见伊是属乎的源头，伊是互无变做有的，对无？撒拉伊的本来是无法度生嘛。但是上帝互伊会通生，迄个互无变做有，是啥物款的上帝？所以咱对这个信仰的见证者会通伫遐体会哦，这位上帝是啥物款上帝？大圣你要相信伊有存在啊。第二，咱来看讲，咱来相信今仔圣经伫遮第11章的第1节到第7节啦。今仔咱要读的经文是安尼啦第1节到第7节啦相信上帝赏赐予遐个找求伊的人嘛，无你就白白嘛。
你来遮做礼拜要拜啥？无彩工，对无？所以腓立比人书3章的12节到14节，伫遐讲讲上帝要将伊家己那像当做奖赏安尼哦，要享受咱这是较现代的本享受遐个吼，你真拍拼来找求伊的吼，伊因要比别人搁较认捌上帝，会通得到上帝，毋是束缚偌济哦。你若得到上帝本身，是毋是所有伊所要互你的拢互你？我常常要提醒兄弟姊妹讲，你莫干那掠着迄个水管尾啦，你爱掠条伫迄个源头嘛，开就有嘛。啊，你干那伸迄个水管尾，剩沙啊，剩一束啊。上帝所欢喜的是啥物？第三是伊爱你亲近伊啦。有当时啊，你所意爱的人，你的牵手你的另外一半，伊爱的是啥物？搁较侪时间陪伴伊，对毋对？咱可能有人拍拼要满足因伫生活顶面的迄个富裕，也是讲过得搁较好，总是有人忽略着因爱是啥物。你加一点仔时间来陪伴我嘛，是无？是无？对啊。我无讲我无讲伊哦。我嘛咧祝福这个兄弟姊妹吼，因为有当时咱另外一半伫外口咧拍拼吼，为着生活，为着咱的厝的人吼。不过我咧甲因分享讲。厝的人爱是啥物？用安尼来看，讲上帝爱是啥物？上帝爱啥物啦？爱你搁较抽一寡时间，逐工来亲近伊。免上帝，我拍拼趁钱，我来奉献。上帝爱是啥物？你亲近伊。咱用圣经的例一个以诺，以诺哦，咱看伊活几岁啊？圣经讲伊活几岁？知无？咱一年几工？伊活365岁，伊开偌济时间甲上帝同行，300年呢，300年甲上帝同行呢，就讲哇，来散步吼，散步哦，来行到尾啊吼，圣经甲咱讲啥？伊有死无？即个死怎啊跳过？我毋免死，怎啊直接倒转来？圣经爱讲，直接讲伊甲上帝同行，行到尾安怎？上帝总欢喜的无就直接转来好，毋免所以伊无经过死无即个过程所以直接咱看伊甲上帝同行圣经讲若无同心，哪会同行啦？所以甲上帝同心，嘛会同行。所以两个人若无同心就袂同行。第二就是讲，伊掠上帝最欢喜、做上好的朋友亲近是足要紧的。所以鼓励咱咧读圣经，单独会主，单独伫遮来甲主相亲近5分钟、10分钟，伊爱就是安尼啦。因为伊甲咱讲，上帝甲咱讲，我的秘诀、我的祝福，拢伫我的话内底。你看卖啊嘛，看安怎做，伊拢一步一步在教咱。你伫婚姻，你伫你的工作，你伫你的出入行达，拢甲咱讲啊。只是咱拢无掠做要紧，就无去看嘛。第三就是讲，上甲上帝同在无离开左右安尼这个就是咧提醒咱伫诗篇16篇第8、第9咱家己习惯关系，咱家己看第4就是讲过分别罪性的生活。你知影伫那迄个时代有做这个罪恶，然后上帝决定要伫遮来安怎？要伫遮来改变这个人的世界要伫遮来清气洁净毁灭啦所以伊就甲那讲，你去甲这人讲，因愿意反悔拢会通得到救。那甲伊的全家为什么会得到救？
分别出来。上帝甲讲，哦，遮后壁的顺服共款吼。上帝叫伊去做一只大船，若是你会做的，迄种笑憨人。然后伫迄个过程中间，咱看讲只有因一家几个人得到救，8个吼，所以船安怎写？一只船边仔咧，8口。中文真有意思啦，常常咧提醒咱吼，上帝拯救业力拢伫遮个文字，也是讲大自然的启示内底。所以上帝爱是啥物？你来亲近伊啦，开逐工抽时间，然后甲伊相同在相行。伊落伊是开300年哦，甲逐工甲上帝伫遐来同行，所以上帝有欢喜无？欢喜。咱免怎得到？咱知影上帝欢喜，啊，咱有方法无？所以透过圣经要来帮助咱，咱的使徒圣经就是咧提醒，每一遍若要伫遮来做洗礼进前，咱有一个信用个别。使徒圣经咧讲啥？你有相信上帝是啥物？全能的啥？天父无啦？这个天父是亲像拄仔咧讲，你有相信伊是一个创造生命的源头无？有的人无相信，所以伊无相信讲有神、有上帝存在。所以咱的信仰头一个就讲，你要信上帝做你的天父啊无？然后相信伊的话的权柄，伊的创造，伊的生命，伊的对上帝来的价值观就会当成做你的。咱才有做头家人对无？你有做老板、做头家，你若一讲好，员工拢加薪，好毋好？大家嘛好对无？啊，你讲话有算无？你讲话有算，因为你有话的权柄嘛，你有权柄，所以你讲话算话，你有迄个权。所以咱若相信上帝，你知影做伊的儿女有即款的权柄啊无？所以头一个你要先相信讲，这位上帝是我生命的主，生命的源头。所以安尼咱才袂去乌白拜。你若知影讲伊是全能的，你就袂去拜讲啊，要生就来拜祝生娘娘，啊要考试咱来拜文昌帝君，要啥物咱来拜啥物会，你就袂去安尼啊，因为你知影讲，这位上帝是无所不能嘛，一个就有够额，所以你会去乌白拜袂，你就袂嘛，所以爱认捌伊无？爱认捌伊。第一就是讲，咱爱相信接纳耶稣基督伊的救恩啦。所以透过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知影？伊上帝定着伫耶稣基督内底，互咱来得到这个拯救啊，无有别个拯救。圣经甲咱讲，除了以外，无有别个拯救。总是有的人就真不服讲啊，基督教哪会遐压迫？耶稣讲，我就是迄条路，若无人透过我，袂当到爸迄个所在啊。无你惊看卖吗？所以真侪人因安尼行其他的道路，就无法度到伫天父上帝迄个所在，会当领受到永远的救恩。第三就是相信圣神上帝的同在甲带领吼，顺服。你爱顺服啊！耶稣讲，咱做伙来读来。若是保惠师，就是圣神，背伫我的名所要册的，伊要将一切的事教示恁，佮要互恁记得我一切所甲恁讲的。所以因为圣神诚做咱的保惠师，就是保护、看顾、赏赐、恩惠、引带来。到真理的神来，伊要带恁入伫一切真理，因为伊毋是凭人家己来讲，是要将伊所听见的来讲，佮要用得要来的事报恁。所以这个圣经咧提醒咱讲，
圣神来，伊要报恁知未知的事、未来的事。所以，当恁若清君顺服会引出，就你真做是一个先知先觉啊！你会通伫遮来掌握到即个大升的机会哦。你啊，上帝要互咱是，互咱真清楚未来，真清楚咱的人生，真清楚咱百岁年后要安怎过什么款的伫灵魂的生活。所以今仔日咱透过这段圣经，要互咱知影讲，咱要安怎互上帝欢喜？上帝到底爱啥？伊爱咱相信伊的存在。所以3月第礼拜，咱会有即个圣礼典嘛。洗礼是一个真要紧，要得到救恩的呼召啊。所以咱感恩姊妹吼，移民天国，若无即个呼召吼，歹势挡掉的，袂当入去。无你的名记伫羊羔的活命册，会使入去袂使。所以相信上帝存在，找求伊要赏赐予咱的，这是上帝欢喜的事嘛。所以人若无信，就会人得到上帝欢喜。啊，搁爱安怎？相信伊是所要赏赐予咱的。第二，你来找求爱带有敬畏的心，毋是凊凊彩彩哦吼。每一工，上帝要甲咱同行，你袂无？你了做讲是你甲伊同行，是上帝要甲咱同行。伊只不过提醒你迄个秘诀，就是你开时间5分、10分，行5分、10分好毋好？咱拢会为着咱的身躯健康的问题，行1点钟、2点钟，互咱忠义长老走后行路，我拢看伊咧行路。咱会开真侪时间咧，为着咱的健康咧行路。咱是毋是通开搁较侪时间，为着咱属灵的健康来行路，甲上帝同行，同心来祈祷。主你的话，即马对阮来激励、提醒、帮赞，互阮知影你欢喜啥物，互阮嘛会通照你所爱来行出来。你爱就是阮亲近你，你爱就是阮相信你的存在，你爱就是阮来找求你。赐互阮伫阮的生命内底